個藍色牌仔嘅嗰個地方啦，就係雙子座大廈係都新起出嚟㗎，因為兩座建築咧就叫雙子座。咁喺呢度咧都有樣嘢好巴閉㗎，有個咩巴閉咧？就係裏邊有個酒吧，有個酒吧。呢個酒吧咧，一般我哋就唔敢去啦嚇，因為好貴嘅嚇。點解貴咧？因為每個裝修貴。一間酒吧，你覺得佢個裝修費要用幾多錢咧？裝修裝修費800萬，有冇多啲啊？1000萬咯嚇，差唔多啦，幾好噶啦，可以裝到嚇。我話俾大家聽啊，1000萬啊，零頭嚟㗎咋，淨係裝修費啊，用咗1億5萬。哇！咁樣嘅酒吧喺北京亦都有存在啊！我哋唔去講佢個酒吧嘅裝修係幾咁豪華或者乜嘢嗬，因為話其實咧，而家喺我哋北京咧，喺呢一度咧，其實真係亦都係乜嘢都有啦嗬。過咗紅綠燈咧，我哋就會到呢個世貿天街㗎啦。